近期復活節、清明節長假期將至，港人北上深圳嘅人數唔單止冇減少，反而持續出現爆炸式嘅增多，每日平均有15000名香港旅客專登跑去深圳，唔係為咗第二啲嘢，就係為咗買日常食嘅蔬菜同肉類。喺深圳買滿成架手推車嘅菜，再提返香港嘅屋企，來回只需要3個鐘。呢3個鐘嘅時間成本，換嚟嘅係普通香港家庭根本無法拒絕嘅巨大價格差。上午9點幾，本來應該係工作日嘅平淡時段，但係等車嘅市民隊伍卻長得驚人，直接排到去天橋上面。隊伍入面絕大多數都係中老年人，佢哋手入面拉住大撈嘅買餸車，準備前往深圳。喺上水呢度搭車，只需要9.1蚊港幣，20分鐘嘅車程就能直通深圳口岸。計落嚟，來回嘅車費只要20蚊港幣。如果你係65歲以上嘅長者，使用長者交通優惠，來回一趟深圳嘅交通成本僅僅只需要4蚊港幣。對於人口眾多嘅香港家庭嚟講，呢種跨城買餸嘅模式更加係剛需。有一位住喺天水圍嘅香港媽媽，屋企一共有7個人，喺香港要維持7個人每日嘅飲食，一日嘅菜錢就係一個龐大嘅數字。但自從佢開始去深圳買餸之後，屋企嘅日常開支大幅度下降。佢一手推住一架大容量嘅買餸車，一手提住結實嘅環保買物袋，直接前往深圳嘅超市。佢嘅買物清單非常接地氣，都係實打實嘅日常必需品。1.9蚊人民幣嘅薯仔，佢一嘢買6個；9.9蚊人民幣嘅乳酪，直接拎大樽裝。喺深圳嘅超市入邊，基本上咩日常食品都買到。最後埋單嗰陣，成架買餸車塞到滿一滿，加上一大樽橙汁，總共先花咗100多蚊人民幣。同樣呢批物資，如果擺喺香港嘅連鎖超市入邊買，價錢起碼要翻3倍甚至更多。除咗新界西嘅居民，新界東嘅居民都加入咗呢個行列。住喺粉嶺嘅黃太係一位全職家庭主婦，由2個月前開始，佢徹底改變咗喺本地買餸嘅習慣。而家佢每個星期都會約埋幾個朋友結伴去深圳2到3次。佢哋嘅主要目的非常明確，就係去深圳嘅菜市場進行大採購。由粉嶺搭巴士出發，僅僅需要10分鐘就能到達蓮塘關口。黃太計過一筆賬，去深圳買餸最核心嘅動力就係價格比香港平太多。佢每次上去起碼會買夠屋企2到3日份量嘅蔬菜、生果同肉類，一個月累積落嚟慳翻嘅菜錢相當可觀。而家你行入深圳各大超市同菜市場，幾乎周圍都可以見到香港遊客嘅身影。特別係福田龍批市場，已經成為香港人北上買餸嘅重點根據地。好多香港人買完餸之後，會直接喺社交媒體上面分享攻略。手撕雞亦都係香港顧客嘅重點搶購目標。喺深圳嘅一間盒馬先生超市，店員表示，為咗應對香港顧客周末嘅集中爆發需求，佢哋每個周末光係手撕雞就要撕400-500隻。有零售業內嘅知情人士私下透露，原本業內評估深圳呢幾間盒馬分店嘅日常生意只能算係一般水平，但係自從通關之後，呢度幾乎每個周末都被香港居民擠滿，夾硬將深圳地區盒馬嘅整體營業額拉高咗一大截。深圳嘅市場恭為香港人嘅到來而生意火爆，但對比之下，香港本地嘅街市同商戶就顯得苦不堪言啦。新界北區嘅各個傳統菜市場，亦都因為大批街坊直接去深圳買餸，導致生意出現咗斷崖式嘅下跌。有本地嘅攤販表示，粉嶺地區係呢次北上買餸潮嘅重災區，好多檔口嘅攤販反映，最近嘅生意直接暴跌咗一半。一位曾經喺聯和墟街市經營凍肉鋪多年嘅老闆計咗一筆賬，近幾個月嚟，佢嘅生意比全面通關前跌咗40%之多。一到周末或者係公眾長假期，原本應該係本地街市最旺嘅時候，而家生意反而最差，因為人都跑晒去深圳。佢一日嘅營業額扣除咗入貨成本後，只夠勉強支付運輸費同高昂嘅檔口租金。如果再計埋人工成本同雜費、水電，基本上就係蝕住錢嚟做生意，根本冇利潤可言。
為咗喺咁惡劣嘅環境下生存，香港嘅本地商戶只能被迫縮減開支。除咗無奈地減少每日嘅營業時間，老闆們仲會特登安排員工喺週末或假期放假，以此嚟慳返人工開支。唔單止係生鮮檔口，喺菜市場開燒臘店嘅店家，亦都面臨同樣嘅絕境。佢哋指出，而家深圳口岸附近開咗好多專門針對香港人嘅燒臘店，呢啲店價格便宜，而且最關鍵嘅係燒臘屬於熟食，香港市民購買後可以正大光明符合海關規定地帶返香港，呢就導致香港本地燒臘店近幾個月嘅生意亦都暴跌咗50%。售賣海鮮魚類嘅李先生喺接受媒體訪問時，亦都大吐苦水，直言而家生意實在太難做，近幾個月嘅營業額穩定，減少咗30%以上。香港市民大規模北上嘅身後，唔單止係貪圖新鮮感，更深層嘅原因係香港本地令人窒息嘅生活壓力。隨住香港大環境經濟復甦緩慢，一邊係本地樓價仲喺度繼續下跌，資產縮水，另一邊係房屋貸款利息節節攀升，每個月嘅供樓壓力越嚟越大。呢啲沉重嘅經濟負擔令到好多香港市民嘅生活成本直線上升，喺本地賺嘅每一分錢都要挖開兩半，使去深圳尋找物美價廉嘅替代品，就成為咗最理性嘅生活選擇。當初港府係鼓勵港人多啲去深圳睇下，了解內地發展。而家唔使任何大催促，港人自己為咗現實嘅生活打算，每個週末都往深圳跑。發展到而家，港人利用週末北上食入玩樂、消費買嘢，已經變成咗一種常態化嘅生活方式，甚至早就唔算咩新鮮事啦。一到週末，深圳各大商圈嘅街頭巷尾，遍地都能夠聽到熟悉嘅粵語，到處都係香港人嘅身影。而除咗常規嘅食活玩樂，唔少精打細算嘅香港媽媽們仲研究出咗一套喺深圳橢羊毛嘅深度攻略。佢哋發現，只要將買餸嘅陣地轉移到深圳，然後再帶返香港自己煮，每個月慳返嚟嘅伙食費，竟然可以補貼好大一部分嘅家庭固定開銷。前面提到嗰位由湖南嫁到香港，住喺天水圍嘅新移民港媽，唔單止自己買，仲將喺深圳超市買嘢，甚至拎內地快遞嘅詳細經歷發到去內地嘅社交平台上面。佢晒出嘅深圳物價，令到好多仲喺香港本地苦苦支撐嘅家庭羨慕不已。但同時，佢嘅呢種買餸日常，亦都引起咗內地網友嘅廣泛討論。有內地網友覺得，咁大老遠跑過嚟，如果買嘅嘢唔夠多，慳返嘅錢可能仲抵唔返付出嘅精力同車費。仲有啲比較了解行情嘅網友指出，呢位港媽去嘅商場同超市賣嘅嘢，喺深圳當地仲算唔上係最抵嘅。仲有更平嘅龍批市場可以去，甚至有內地網友半開玩笑地感嘆，香港人而家大規模嚟內地買餸，憑借強大嘅購買力，直接將深圳口岸片區嘅物價都抬高咗。更令人震撼嘅係，為咗接住呢波龐大嘅香港買餸大軍帶嚟嘅紅利，深圳當地嘅商業配套反應速度極快。就喺最近，深圳蓮塘口岸附近直接出現咗專門接送香港人買餸嘅買餸小巴，由蓮塘口岸出關嘅香港居民一出嚟就可以免費乘坐呢啲專門嘅小巴，直達附近嘅各大菜市場。買完餸之後，再坐小巴返回口岸回港。小巴嘅發車頻率好高，每隔10多分鐘就有一班。路線係由蓮塘口岸直接開往位於國威路嘅蓮塘街市，實行環線運行。呢批小巴嘅出現，徹底打通咗香港人北上買餸嘅最後幾公里。每日由上晝10點開始，蓮塘街市就會迎嚟一批又一批乘坐小巴前嚟嘅香港居民。佢哋喺呢度搶購新鮮嘅蔬菜、生果、糕點同熟食。呢度嘅農產品主打嘅就係新鮮，選擇豐富，而且性價比極高。一組最傑眼嘅數據係喺香港嘅本地街市，一斤白菜要賣到16蚊港幣，一斤菠菜要18蚊港幣。而喺深圳呢邊嘅龍批市場，普通嘅青菜一斤通常只需要1到3蚊人民幣，接近10倍嘅價格差距擺喺面前。任何華麗嘅言辭喺數字面前都顯得蒼白。喺物價嘅巨大落差下，
嚟深圳買餸，毫無疑問係普通家庭最抵嘅生存法則。面對生活嘅重壓，大批香港人跑到內地大包小包咁買餸帶返香港，唔單止唔難理解，反而成為咗佢哋喺高昂生活成本下，為咗維持家庭生活質素而做出嘅最真實、最無奈，亦都係最聰明嘅選擇。